歡迎收睇道士數學 Herman to Math 嘅攞分唔使識得計 DSE 奇技淫巧課程嘅第一堂。哇，奇技淫巧喎，係咪一啲好蠱惑嘅招呢？蠱惑就真係幾蠱惑噶啦，但我唔係教你個人蠱惑啊嘛，教你咧考試嘅時候透過一啲聰明啲嘅方法，可能你唔識計喎，但係你又攞到分。好啦，咁啊唔好齋聽啊，記住即刻去 www.hermantomath.com 嘅免費課程 download 呢份咁精美嘅色彩繽紛嘅筆記落嚟一齊上堂。咁啊有啲咩理念呢？點解我要搞個咁嘅奇技淫巧課程呢？主要就係因為咧好多學生停留咗喺識得計嗰個層面。就算你識得計，好啦，你想唔想計得準啲呢？好啦，你想唔想計得快啲呢？你實想㗎，因為你要嘅唔係做數學咁簡單，你要嘅係做數學考試啊，有時間限制，錯咗佢唔會俾你改。成日聽到啲同學話我又唔小心有啲 careless mistake， 一次就叫做 careless， 兩次就係專登㗎啦，三次你就唔可以原諒㗎啦。careless mistake 係可以用一啲方法去將佢出現嘅機會率大大降低。計得快都係有好多同學我計得好慢啊，唔夠時間計，係因為你用嗰個方法未夠聰明咯，又或者你係未夠純熟咯，又或者你未完全掌握到計數機精妙嘅之處。咁今日咧全部都會幫你解決晒。嗱，咁啊第一堂咧我哋會 tackle 一啲咧比較簡單嘅題目先嘅，咁我哋循序漸進，咁預計應該都可能會有4堂到嘅。暫時咁樣決定先。咁如果受歡迎嘅，可能整5堂、6堂、7堂、8堂、9堂，長篇過真情，長篇過愛回家都唔出奇嘅。準備好未？印咗份筆記出嚟未？即刻開始㗎咯喎！第一題 y 加1乘 y 2次加 y 加1可以寫成咩呢？嗱，你見我咁樣整個題目出嚟，喂，用廣東話問嘅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唔想俾啲語言嘅障礙去阻礙咗你嗰個數學嗰個訓練。因為你唔識英文唔代表你唔識嗰條數㗎。其實好多時你唔識英文又或者唔識中文嗰啲專有名詞，但係其實你可以理解到一條題目先㗎。語文問題我哋之後再解決。呢嚿嘢可以寫成乜？嗱，有好多方法做嘅，但係今日係奇技淫巧啊嘛。我哋當你真係唔識計嘅，有冇方法攞到分呢？係有嘅。拎你部計數機出嚟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嗱，今日呢題咧就翻炒嘅。如果你有睇我嘅5分鐘粗爆系列入邊有個係粗爆計數機嘅，咁啊 Herman to Math 神技係咩啊？你見到 y 就打個派落去，派係點樣打咧？嗱，都基本嘅講下啦。Shift EXP， 因為咧 shift 咗咧金黃色，你就會變咗用計數機金黃色嗰位嘅。咁你見到有個派啦，好啦，派加1，閂括號，開括號，你見到乜打乜就得㗎啦。派2次加派加1，嗱，有冇可能錯先？如果你係用呢個方法，你見到乜你打乜啫喎？如果咁都錯嘅咧，可能要戴眼鏡啊，又或者做一啲激光矯視去幫你喎。用咗眼睛去幫你解決題目啊，大大減低你 careless mistake 嗰個可能性啊。好啦，咁我撳掣，記住啊，58.028。OK， 如果你唔記得嘅咧，抄低。咁但係我唔抄啦，繼續撳落去。y 3次加1，我就打派3次加1。嗱，唔係58啦，咁即係 A 唔係啦。繼續派加1嘅3次，又唔係58啦，咁即係 B 又唔係啦。好啦，派3次加派2次加派加1，又唔係58啦，即係 C 都唔係啦。好啦 ，D 咧同 C 咧，只不過係爭少少嘅，就係爭呢兩個有個2啦。咁我上翻去呢條式度咁樣加就得。58。咁即係答案咪 D 咯？嗱，我真係完全唔識計喎，完全唔識乘入去嘅喎。但係我隻手指啊，我隻手指識得撳機咧，我就已經攞到分咯喎。咁希望可以幫到一啲同學咧去重拾翻信心先。數學科同你其實唔係距離好遠嘅咋，你係可以考到好好嘅成績㗎。下低咧黑色就係希望由你去試下做出嚟。你做嘅時候我賣個廣告，咁啊希望你已經揀到答案啦。咁啊廣告翻嚟咧，我就會示範一次點樣做。咁之後嘅流程都會係咁啊。好啦，歡迎又翻到嚟咯喎。咁啊，大家撳成點啊？咁啊，我又示範一次啦。2派
3次閂括弧，負5次就咁樣撳，呢個係次方啦。一撳好啦，1.09，記住呢度係乘10嘅負9次。好啦，咁我逐個撳啦，1除32派嘅2次。好啦，唔係啦，淨係個次方都唔係啦。好啦，繼續1除32派嘅15次，15次我喺度改已經得啦。好啦，1.09乘，就係呢個咯，就係呢個啦。所以個答案就係 B 啦，快到無倫啦。好啦，得唔得先？攞翻個信心先。數學你未必叻，但係數學考試你可以高分嘅。OK， 唔使識得計都攞到分，你已經做到一題啦。好，下一版。去到呢啲因式分解嘅題目，咁用咩方法可以唔使識得計都識因式分解咧？即係 factorize 咧，就係睇正負。睇正負，譬如你見到佢依家 Kn 咧係正噶嘛，正噶嘛。嗱，你正負嗰啲口訣識唔識先？嗱，小學生都識噶啦，佢未識得計負數，佢都會知道負得正噶嘛，正就得正啊嘛，正負就得負啊嘛。所以 K 乘 N 如果要係正咧，你就逐個睇啦。Kn 正乘正就正啦，咁 A 咧未係錯嘅，但係你睇下 B 啦 ，K 正 K 乘負 N 應該係負 Kn 噶嘛，但係你呢個係正噶嘛，咁即係 B 一定係錯啦，睇正負就得噶咯喎。同樣道理 C 都係啦，負 K 乘正 N 正負得負都係錯，負 Kn 嚟嘅，所以 C 又錯 ，B、C 都錯。好啦 D 啦，負 K 乘負 N 負得正啊，所以佢都未錯。即係話咧，你已經用咗50-50咧，修正 A 同 D 啦，冇做過嘢喎，冇做過嘢喎，淨係喺正負嘅啫喎。好啦，咁然後咧就再睇譬如啦，負 HN 啊，即係 H 同 N 咧乘埋應該要負嘅，咁我哋睇下 A 啦 ，H 乘 N 咧正 H 乘正 N 係正 HN 嚟噶嘛，所以 A 就錯咗啦。咁啊答案就 D 啦，咁啊做又係唔使識得計都攞到分啊，睇正負啫喎。咁我教完你之後黑色，咁你又試下呢個方法做啦。廣告翻到嚟，哇好多廣告啦，上呢一堂咁啊，翻到嚟之後就會開估。好啦，咁啊翻到嚟咯喎，又係用個招 5B 啊，好地地點會有個 5B 咧？梗係5乘 B 啦。好啦，第一個負 B 乘負5，負得正，的確係正 5B。OK， 俾你過關住先。B 啦，負 B 乘正5，喂，咁應該負 5B 噶嘛？負 5B 嘛，負正就得負嘛，但係你正 5B 嚟噶嘛，所以 B 係錯啦。好啦 C 啦，正 B 乘負5。負正得負又嚟咯喎，即係應該負 5B， 但係題目係正 5B， 所以 C 又錯。好啦 D 啦，正 B 乘正 5，OK， 俾你過關先，係 5B， 咁即係又係修正 A 同 D 啦。好啦，咁啊再睇咧負 5A 啊，負 5A 點嚟嘅咧？梗係5乘 A 啦。好啦 ，A 個答案咧 A 乘負5，的確係負 5A， 但係 D 個答案咧 A 乘正5啊，應該係正 5A 噶嘛，咁即係話咧 D 都俾我摟走埋。B、C、D 摟走晒，答案就係 A 啦。筆都唔使揸啊，大佬，機都唔使搞啊，咪機都唔使撳啊。呢題仲過分過啱啱嗰題啊。咁就學咗呢個方法咧，又係唔使識得計都攞到分。冇問題嘅話就下一版啦。如果 A 加 2B 加6係7， 2A 減 B 又係7，咁 B 係幾多咧？嗱，我啱啱已經係俾咗個提示你㗎，兩個等號分翻開做兩個等式，為咗要令你容易啲睇咧，咁我就會寫出嚟。如果我真正考試嘅時候咧，唔使寫㗎啦。依家只不過係俾你睇下撳機之前咧，你個腦海入面應該睇到啲乜。第一條式就係呢個啦，2A 加 2B 加6係7嚟㗎嘛。好啦，第二個就係咧 2A 減 B 係7嚟㗎嘛。2A 減 B 係7嚟㗎嘛。好啦，咁上面嗰條式咧，我會將個6減過去先嘅。A 加 2B 等於1，然後去揾個 B 出嚟。點揾呢？ Program 啊，聯立方程 simultaneous equation 嘅 program。咁然後打啲乜呢？打嗰6個數㗎咋，一個 A 個1啦，兩個 B 個2啦，呢度有個1啦、2啦、負1啦、7啦、
咁佢就會出個 A 同 B 俾我噶啦。唔信，好啦，即刻打落去，係 program 4嚟嘅。好啦，啱啱講過啦，先打1、2、1就代表咗第一條式，再繼續打啦，2、-1、7，呢個就係 A 嚟噶啦，呢個就係 B 嚟噶，所以答案就係 B-1啦。簡單到不得了啊！因為你有 program 咋，如果你冇 program，你都係要計一大餐。好啦，咁既然考試俾你用啦，用到佢盡啦。下低嗰題又試下計啦。咁啊廣告翻到嚟咧，就會同你對下答案。上數學堂成身大汗，你話你散發仙氣，我話你排放沼氣啊！道士數學 Herman to Math 誠意為你推薦 The Math 手工肥皂，幫你踢走汗味，成身香噴噴，計數都勁啲啦！綠茶味、黃薑味、明礬石味三大迷人香味現已有售。The Math we care for your skin， 搽面仲可以消暗瘡㗎。好啦，翻到嚟啦，今次咧你唔使寫嘢啦啩，唔使寫嘢啦啩，因為條題目本身已經咧調到去呢個 form 俾你啦，即刻。program 4嗱，你未必係 program 4啦，咁但係咧，我係啊，理得你。好啦，有幾多個 A 咧？1個 A， 幾多個 B 咧？3個 B， 呢一邊係4，咁啊代表咗第一條式。好啦，幾多個 A 咧？5個，幾多個 B 咧？9個，呢邊係2，代表第二條式。一嘔出嚟第一個就係 A， 所以答案-5，答案就係 A 啦。簡單到不得了，又係咧，連嘢都唔使寫㗎，大佬撳咧你就搞掂咗呢一條題目啦。冇問題，下一版㗎啦喎。今次呢條題目，哇，唔係嘛？3次方程喎，整除 x 加3喎，即係話代個-3落去會等於0，然後仲要去計係嘛？咁啊，呢個係一個正路方法嚟嘅。咁啊，有個咩唔正路嘅方法咧？就係又嚟咯，又搞機咯，又撳機咯。點撳咧？首先你要有個3次方程嘅 program， 我當呢條題目係 x 3次加 4x 2次加 kx 減12等於0嘅。透過嗰個3次方程嘅 program 咧，你係可以知道嗰3個 x 係等於幾多噶嘛？嗰3個答案係幾多噶嘛？然後你就推論翻咧嗰3個括號出嚟噶嘛。如果佢話整除x 加3即係其中一個括號就係 x 加3啦，咁即係其中一個答案應該要係有-3噶嘛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啊掂噶咯喎，點解掂咧？因為 k 係乜，你咪逐個代落去，然後撳睇下佢有冇出-3咯。事不宜遲，咁我就好似係 program 3嚟。好，開波，先打個1，再打個4，再打個 k。好啦，我就當 A 個答案係啱先，咁即係我而家係要撳咧-25嘅，當 A 個答案啱。好啦，然後咧-12。好啦，第一個答案核突數，第二個答案核突數，第三個答案核突數。咁即係 A 咧就唔係整除 x 加3啦，因為佢冇一個-3嘅答案，所以 A 係錯啦。好，繼續1、4，今次打-1。-12啦，然後第一個答案核突數，第二個答案核突數，第三個-3咯喎，咁即係話咧，如果 k 係-1嘅時候，佢就會有一個-3嘅答案，即係話咧佢可以整除 x 加3，咁即係話答案就係 B 啦。呢啲我寫出嚟係俾你睇嘅啫嘛，到時做嘅時候又係撳嘅時間嚟嘅咋，撳就攞到分㗎啦。你連長除又唔使識。然後 remainder theorem 你又唔使識，代個數落去撳，睇下幾時出個-3就搞掂啦。好啦，下面呢題又點？今次就冇黑色字嘅，即係咧冇題目俾你練啊，直接就嚟下低呢個，因為原理都係差唔多啊。佢就話如果 k 係呢一條式嘅其中一個答案，咁呢嚿係幾多？好啦，應該都知我想講啲乜咧，就係又係搞機時間啊！之前3次方程就用3次方程個 program， 2次方程用咩 program 啊？唔使 program 啊，直頭係 formula 咋，01啊。好啦，咁然後咪打咯，4、-5、-1，佢就嘔啲答案俾我噶啦。咁佢話 K 係其中一個答案喎，咁即係可以係呢個啦，或者係呢個啦。咁佢冇話係邊個，即係話是打個都得咯。好啦，咁我就將佢 save 落去，譬如 save 落去 A 啦。好啦，咁我將呢個打翻出嚟咪得咯。
7加10 k 我 save 咗係 a 噶嘛 ，a 減8 a 2次，一撳就係答案啦，真係對唔住，就係 a 啦，就係咁計啦，就係咁計啦，就係咁計啦，真係好誇張咧，所以唔使識得計都攞到分啊！冇問題嘅話就下一版噶咯喎，又嚟，如果有一條咁嘅式。然後咧得一個 x 係符合條式嘅啫，即係咧 repeated roots 啊。咁 a 係幾多咧？好啦，你 feel 唔 feel 到我又想教啲咩咧？又係佢啊！公域線期是必先利期，今日咧就用到佢盡。因為二次方程你有得用 formula 01噶嘛，啱啱都用過啦。咁我逐個 a 代入去睇下邊一條式係得一個答案嘅，咁佢咪答案咯。好啦，譬如我先代個負1，咁我就打啦1。-1，好啦，呢度你唔好就咁打負1喎，因為你個1要揼埋過嚟嘅喎，右邊要係0，你先可以啟動 formula 01噶嘛，咁所以咧呢邊應該係咧仲要減多1嘅。好啦，第一個答案係2，第二個答案負1，咁即係話唔係一個 x 咁簡單喎，有兩個 x 喎，咁即係話 A 咧就錯啦。好啦，咁我再代 B， 1、2，今次係2嚟噶嘛。好啦，呢個2，但係你仲要減多1。好啦，第一個答案負1，第二個答案都係負1，搞掂，即係答案咧就係 B 啦，好過分啊，真係好過分。好啦，試下到你去練習咯喎，呢度有一條黑色字嘅，即係話係你啦。咁就廣告翻到嚟之後咧，就會同你對答案。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呢條題目就2016年新鮮滾熱辣嘅，咁但係都係咧靠你啦，計數機 formula 01。好啦，代個 k 落去，今次咧我先代 a 啦，又係負6抌落去，負6。好啦，8k 加36，即係話咧8乘負6加36。好啦，第一個答案7.58，第二個答案負1.58，咁即係唔係得一個 x 符合條式啦，所以 A 就錯啦。好，再代1，今次咧就代12啦個 k， 然後咧就8乘12加36，學咩 Farah 添，拜拜。到 C 啦，我就代個負4啦，1負4 8乘負4加36。第一個答案2，第二個答案2，兩個答案都一樣，咁啊即係得一個 x 係符合條式啦，咁即係話咧負4係得嘅喎，咁即係話 C 咧就係答案啦。簡單，唔使寫嘢，齋撳，唔使識得計都攞到分啊！話講咗好多次啦，冇問題，下一版。好啦，呢一題就係啲不等式嘅題目嚟嘅，我專登將佢用廣東話變做文字寫，我唔用符號寫嘅。feel 到嗰個方法嗰個來源嘅，其實同你日常生活好多時候嘅推理咧係差唔多嘅啫，只不過變咗數學符號，你又諗咗佢第二遍咁解。好。題目啦，如果負5x 大過21減 2x， 即係有一啲嘢大過一啲嘢啦，同埋6x減1細過0，咁啊有啲嘢細過一啲嘢啦。咁即係 x 係點啊？好啦，我今日教嗰個方法咧，可能會慢過你用手計嘅，咁但係又係啦嗰樣嘢，令到你計得準啊，計得準啊，計得準啊。因為你知啦，不等式好多同學唔記得咧，乘除負數要調轉箭嘴嘅，呢個方法你唔使諗嘅。OK， 咁我示範一次個邏輯係點諗先。先睇答案嘅其實 x 細過負7 x 細過3 x 大過負7大細過3 x 細過7或者 x 大過3，你會發覺咧，佢只不過將啲數字分咗做4個區域嘅。點解4個區域咧？呢度有好多數字喺度啦，分咗做呢4個區域啊。嗱，譬如舉個例啊 ，A 係 x 細過負7啊嘛。即係呢個範圍咯，呢個範圍就係阿 A 啊嘛 ，x 細過負7啊嘛。好 ，x 細過3咧，就係呢個範圍啊嘛。嗱，重疊加油，咁呢個範圍就係阿 B 啦，紅色就係阿 B 啦。好 ，x 大過負7，但係細過3，咁即係呢個位咯。咁呢個位黃色咧就係阿 C 啦。好，最後 x 細過7。
或者 x 大過3，x 細過7。啊，呢個應該打錯㗎，呢個應該係負7嚟嘅，分咗3個位添啫。呢個應該係負7嚟嘅，呢個應該係負7嚟嘅，改翻佢。x 細過負7，即係話咧呢一邊啦，又或者 x 大過3，咁即係呢邊啦。咁呢個咧就係阿 D 嗰個範圍嚟嘅，就係阿 D 個範圍嚟嘅。將啲數字咧分咗做3個區域。好啦，咁點樣可以知道個答案咧？你每個區域咧都揀一個代表出嚟，再試下佢咁就得㗎啦，係嘛？好，呢個區域我就譬如細過負7，我就當有個負8啦。負7同3我就揀個數啦，就負7至到3，我揀0啦，最方便。好啦，大過3嘅我就譬如揀個4啦。咁就分別代表咗呢3個區域嘅個邏輯就好似咧，你每個政黨抽取佢一個重要嘅議員出嚟，然後去睇下佢嘅政治取態，咁你就可以估得翻嗰個政黨嘅成個嘅政治取態，係咪即刻好嚴肅啊？講政治，好啦，講到呢度點到即止。咁我點樣知道符唔符合咧？好簡單，你代落去就得㗎啦。譬如我先 check 下負8。符唔符合呢兩句句子啊？負8抌落去呢度，負5乘負8就40啊。好啦，呢度21減2乘負8就係37。咁的確40係大過37噶嘛。好啦，佢而家過咗半關先，因為你仲要咧啱埋呢一句嘅6乘負8減18，負66啊，的確係細過0。好啦，咁即係呢兩關咧及啊嘛，你知道兩關過晒 ，OK 過咗關。咁即係咧呢個範圍係答案之一嚟嘅。好啦，再 check 0啦，0就可以諗嘅啫。負5乘0就0啦，0係咪大過21減0啊？喂，梗係唔係啦，0係細過21噶嘛。咁即係呢個區域咧係錯噶啦，呢個區域係錯。咁即係話咧包含呢個區域嘅答案都係錯嘅啦，即係 B 又係錯，C 又係錯噶啦，你起碼知道。好，最後啦4啦，咁我又代落去啦。負5乘4就負20啦，21減2乘4就13。喂，負20點會大過13啫，大佬？咁即係呢個位咧又係錯，咁即係包含呢個區域嘅阿 D 咧又錯，咁啊死剩邊一個啊？就係 A，咁你就可以揀到個真正答案。嗱，咁呢個方法咧，我建議唔識計嘅梗係要用啦，係嘛？撳寫，用啲實數，咁你就攞到分啦。第二就係成日有 careless mistake 嗰啲同學，我都建議你用。有啲同學係已經咧操到咧係想死嘅，啊操到想死就係操極都仲有啲 careless mistake，咁你不如用呢個方法啦，冇錯啦，係嘛？又或者咧有啲同學係計得好快可以 check 卷嘅，你就用呢個方法去幫你 check 答案。好啦，咁啊下面咧大家都有一條實戰嘅機會，咁啊廣告翻到嚟之後咧又嚟啦，會同你對答案。歡迎翻嚟啊！咁啊，今次咧將啲數字分咗做幾多個區域啊？睇答案先。嗱，你見我題目我都未睇嘅，大過負2，即係有話負2啦，有話0啦，有話3啦。好啦，今次真係咧分咗做4個區域啦。咁我逐個區域分析，大過負2咧，即係呢度啦。咁呢個就係阿 A 啦，嗱 A 啦。咁我每個區域都寫個 A 字啦，今次等大家再易啲睇啦。啊！好啦 ，B x 大過0，即係呢度喎，咁即係呢個位同埋呢個位啦。好 ，C x 大過3，咁即係呢個位啦，就係阿 C 啦。好啦，到阿 D 啦 ，x 大過負2，但係細過3，即係話喺呢度啦。好啊，你發覺分咗到4個區域，但係呢個區域直頭題目唔考你添，淨係玩3個區域。好啦，咁我又嚟咯喎，每個政黨抽取一個重要黨員出嚟嘅咯喎，負2至到0，抽譬如負1啦，0至到3，譬如1啦，大過3，譬如抽個4啦，咁樣啦，咁啊佢哋嘅重要黨員都喺我手上，逐個 check 佢嘅政治取態，好嘛？好啦，負1抌過嚟呢度，
其實唔使撳啦，其實-3乘-1就係3，3的確係細過6 ，OK， 俾佢過半關先。好啦，6係咪又細過2乘-1咧？6點會細過-2啊，大佬，過唔到政治審查，走，唔俾你選。好啦，0到3又抽一個數出嚟，1-3乘1係-3係咪細過6啊？係，好啦，俾你過一關。好啦，1代落呢度，6係咪細過2啊？6點會細過2啊？又唔俾你選啦，咁即係話咧死剩4啊！呢個我都唔使 check 啦，唔通全部都冇咩係嘛？點可能冇議員㗎？呢個立法會咁就剩翻就係呢個區域。好啦，咁之前講過啦，-1嘅時候你係唔俾佢選啊嘛，咁即係 A 同 D 都唔可以係答案啦。好啦，1你又唔俾佢選啊嘛，咁即係咧 B 又唔可以係答案啦。咁所以咧你篩剩翻個 C， 得翻嚿 C， 咁呢個答案就係 C 啦。咁呢個方法咁啊準確度係100%，啊咁啊有冇問題？冇問題，有下一版噶啦喎。好，今次呢一條咧就係關於一啲嘅比率嘅比例嘅，咁啊都幾麻煩啦。6A 加 5B 就唔睇啦，我點解可以唔睇啊？教你一個神 trick 啊，神神地嗰個神啊，人哋啲神技真係好神嘅，我啲神技係神神地嘅。6A 加 5B over 3B 減 2A 等於7，我唔中意寫7啊，吹咩？我寫7除1，有冇問題先？冇啦。好啦，如果冇嘅時候，咁咪即係話有可能 6A 加 5B 就係7，3B 減 2A 就係1咯。明明嗰個快嘅方法喺邊啊？就係、你又可以用 program 啦，畫公仔畫出腸先啊！下低咧，我將個 A 寫翻去前面，成條腸都畫咗出嚟啦。Formula， 死我唔記得咗係唔係 program， 我唔記得 program 嘅 program 4好似。好啦，6、5、7、-2、3、1，好啦，即係 A 咧就係4/7，B 咧就係5/7。好啦，咁 A 比 B 即係幾多比幾啊？4/7比5即係幾比幾啊？好啦，我都假設你唔識計，點算啊？比即係除啫嘛，咁你咪打咯，4/7除5/7，4比5咯。答案就係 A 啦。又係啲撳題目啊。咁啊下低又有黑色字啊，咁啊又可以俾你咧去練習一下。咁咧廣告翻嚟之後咧有廣告啊，仲密過 TVB。翻嚟之後對答案。唔寫㗎啦，我今次又撳㗎咋。好啦 ，program 4，咁你梗係唔好俾佢陰啦，你要先打咗個 A 嗰個先啦。-4、3、5、2、1、6。好啦 ，A 咧就係10/13，即係1.3啦。B 就係17/5。即係3.4啦，所以咧 A 比 B 就係1.3比3.4，答案13比34，撳又搞掂一題。咁啊快活啊不知時日過，咁啊第一堂攞分唔使識得計 DSE 奇技淫考課程咧，咁就在此就代咗。咁啊請大家多多支持啊，越多支持咧，下一堂咧推出嘅日子咧就越早。咁啊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咁啊不妨留啲言啊，俾啲意見，我梗係會即係吸取意見啦，咁啊從善如流啦，係嘛？咁啊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再見。攞分唔使識得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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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攞分唔使識得計。